王娟姐，其實吉他師都唔錯嘅嚇，應該都王炫、張超，我大家就喊佢娟姐、娟姐、娟姐，有關係咧。娟姐本來就係讀戲劇嘅嚇，佢當初就啲天陽有演出咧，不過佢大部分嘅時間就做舞台劇、做表演欣賞。佢啲當初就做客家天師嘅表演，喺台中時方時佢得到嘅金鐘獎。當然啦，佢之前就千多嘅獎項要得過嘅，特別係講有好嘅角色唱起來，佢就動翻起來。佢們要攞佢講講下佢老客家天師咁多年咁多作品嘅合作。世界上哦，有一半是男人，一半是女人，可以这样讲嘛？哈，那一半女人大概有，基本上他们都是成为母亲的潜质存在，对不？对不？黑毛，然后他们就是可以有各种面貌，可以有各种可爱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就是100种女生就有10000种妈妈的样子，不会只有100种。对，她有不同的样貌，所以，人家说啊，你怎么一直演妈妈？我说多好，因为妈妈不缺货。根本吼，係安生老太太。根本吼，係大嫂。阿瑞哥有去买甜甜圈，姑嫂、莎莎、大嫂哪一张？哦，来，太子。哦。天数。好，去图书馆，去图书馆，好去图书馆来。对，好。好，图书馆哦。再见了哈。再见。好。读书，再见。再见了。母亲是我喜欢的一种类型角色，就是对，就是一种类型。但是母亲的样貌太多了，大像许邦信那个她的妈妈的那样子的女性，也有像花树下约定这样子的女性，就是比较温暖，她自己没有小孩，可是她愿意把爱就分享出去，她就不一定要自己的小孩她才照顾，她就是愿意用照顾更多人的方式去经营这个民宿啦。你看啊！你阿嫂吼，留不人民宿吼，都被你做到要忘掉了呢。你的哈，还让佢变做古语言哦。一般的人吼，学为啥生意呢，都很艰苦嘞。你啊，你亲力好啦，一百学到4啥。啥？啥？还有一啥忙下课，姑嫂电话你没看到？什么呀？你色彩哦，很强，很歪哦。十里桂花香就会鼎泰丰的故事，那因为鼎泰丰的老太太黑汉女，哦，那因为他们家的早期的草创期其实蛮辛苦的，就是从油行开始嘛，然后才开始去，有机会才开始去卖小笼包，所以一开始不是卖小笼包，那从很辛苦，好在有老太太替他们家扛起一片天。谢谢你们了，下次回来记得带就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慢走，谢谢，请用伞，谢谢，没关系，哎，慢走，哎，谢谢，欢迎下次再来，谢谢光临，谢谢光临，谢谢光临，谢谢。最近梅雨季，然后你们明天多去买几把伞，哦，这样的客人可以用，知道吗？好。其实传记式人物比较真的不好演，那怎么样让那个样子是原来的样子，又超出那个样子，就是情理之中，意想不到的意料之外，这样其实那才会让人有想象。
有鸟叫。我喜欢你们春天来看我。我觉得最难的是他生病，他要离开。那对于放不下的家人，不管是儿子啊，或者是先生，我觉得有一场戏是他走的那场戏，是没有哭，哭是没有声音的。我觉得很多的悲伤是要放在心里面。你到家里面，经过很多事情之后，人会回到一个最自然的状态，就是不要，因为这也很像这个老太太，就是没有太过度的张扬的方式。帮你转来啊，老巧巧唔钱，调试嘅哦。我不管是就有可能转去学校，我唔想破坏我对佢嘅规矩。规矩嘛嘅规矩啊，阿妹老妹嘛嘅规矩，下棋都冇拉嘅。我小悄悄冇我阿幸运，又阿没下。我小，我妈妈就做唔好。你看啊，你就按用，就按用，嘛嘅事情都要100分。你看我，中查不及格，婚姻不及格，唔过我行去欢欢喜喜啊，欢喜就好咧，系冇？不过，两张50分，搞起来100分，啱唔啱？我自己演过的每一个角色，我只有一个 file 夹，我脑袋会有一个抽屉，我会放进去，所以我知道它的特色是什么，我要放什么样子的样貌或者是特质在这个角色的核心，然后从这边去发展出它不同的行走、坐卧、反应，所以不会一样啊。